呢條係統一測驗嘅第9題。咁題目話 ABCD 呢係喺圓上邊，而 AC 呢就係角 BAD 嘅角平分線，所以呢兩隻角係相等嘅。而 AC 呢亦都會同 BD 相交於 E。題目叫你寫出兩個同三角形 AED 相似嘅三角形。咁我哋見到呢兩隻角相似，呢隻角同埋呢一隻角係同公形內的圓周角，亦都相等啦。咁所以呢個三角形 AED 同埋三角形 ABC 係相似嘅。另外呢個三角形同呢個三角形應該都係相似，因為呢兩隻角相等，對頂角。呢兩隻角相等係同公形內的圓周角，呢兩隻角相等同一個原因啦。咁所以另一個同三角形 AED 相似嘅係三角形 BEC。B 啦，題目話若果 AD 呢係4cm， 係呢個圓嘅直徑，咁所以呢一隻角 ABD 就一定係90度，半圓上的圓周角啦。咁題目話已經知道呢隻角係30度，咁所以三角形內角和180度，180度減90度減30度，自然就係角 BAD 呢隻角嘅大細啦。一半嘅就會係30度，所以角 BAE 係30度。咁我哋知道呢一隻角係直角，知道 AD 係4，咁所以利用 sin 30度，sin 30度係對邊除以斜邊，我哋得出 BE 係2，即係呢一句啦。最後呢一隻角係直角，呢一隻角係30度，所以要揾 BE 嘅話，tangent 30度等於對邊再除鄰邊，tangent 30度係 EB 除 AB， 我哋就會得出 EB 呢就係2開方3 over 3 cm 啦。再見。